秀，连连金嫂那优秀。Hello， 欢迎我们的蛙贵呢回来我们的雨涵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我们的蜜蜂大道。很抱歉哦，给大家休了很多天，不止呢这个6日2天呢，还多休了1、2、2天哈。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聊聊，这2天呢，我跑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不是白白休息2天哦，也帮大家呢凹到明天的来宾哦。别忘记进来的观众朋友呢，先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咯。怪命，金鸡玉桥出身帝王家，罗裙得应过海挂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所优秀，不敢将礼陪。闹军队神将头家，过爱呀，过爱，不通严家想要探红杯。好了，我们8点钟的节目准备开始咯。先来聆听一下呢，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也就是呢雨涵电台的电台之歌咯。感恩大家。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最精彩。福气不断，福运来，戏剧新闻报你知。歌团唱多自在，戏剧传承幼苗我亲手栽。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吼，很不容易呢休息了2天吼，实际来讲呢休息了4天吼，因为还有6日2天。也欢迎我们的星辰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雨涵的广播电台呢，主要由我钱蛋雨涵来做主持节目。钱蛋的意思呢，就是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哦。
那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除非呢特别来请假哦。那记得先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哟。先来跟大家聊聊呢，我这2天呢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哦。第一件事情呢是礼拜一的时候刚好朋友在问说呢这个交换礼物哦，那呢我就说不然呢就去个大创啊，或呢去个宝雅都是非常方便购买礼物的地方。那呢他原本就邀约我要去啊，我就想说但是我要主持电台耶，好像不能出门这样子结果呢他说他们要去吃这个响麻响辣，你知道吗？这当下我直接被吸引走了。我不知道线上朋友有没有吃过这个响麻响辣，不管呢你吃这个微辣啦、小辣啦、中辣、大辣的朋友呢，我只能说这个响麻响辣呢真的是特别好吃的东西哦。所以他一说呢要吃这个响麻响辣呢，立马答应我说好，那礼拜一呢我们就休播1天哦。当然咯，礼拜一的休播呢没有牺牲掉大家的时间因为礼拜一的休播呢我们有录这样子的这个 Podcast 节目给大家收听。尤其呢明天这个青霞我的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台语文编修老师青霞老师呢明天要来上好友访电台哦。所以呢这是帮他凹到的福利不然一开始我也跟蛙龟在讨论，我说呢应该要请假吗，还是呢应该要上直播我跟蛙龟讲说呢我好像应该认真一下下先来欢迎我们的这个YOK 搭档我们的可恩，对不对？欢迎我们的可恩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因为他们几个是有认识的有这个台越的混血的，然后呢有马来西亚的朋友，甚至呢有其他国家的朋友就让他们先聊一下。再来呢礼拜二呢去听了什么东西呢？礼拜二去听了这个叫做太平歌。什么叫做太平歌呢？等一下呢来跟大家继续来聊下去。我们先来听一下歌仔戏曲调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解释太平歌，感恩大家。用公婆70相寿，心不快笑无理由，为爱多做给拜寿，延绵今宵乐优秀。
边水，天天乐君我是见报应，隔壁在伊孤单。先掌声一下呢，欢迎我们的燕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更欢迎呢我们的牛奶先生说呢圣诞快乐，以及呢我刚刚有看到有朋友说平安夜快乐哈，掌声鼓励一下。大家所知道呢，都知道要圣诞节了，但是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行宪纪念日哈。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有放假的时候呢，就算没有放假，在过这个节日呢，我们都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呢这个假要放的有意义啦，这样才对。刚刚呢唱的这样的《良夜之歌》，以及我们的《花娇艳》是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非常娇蛮个性的公主出台所唱的歌曲。刚刚呢有看到呢这个燕秋说郑老师晚安首次上你的直播台，然后呢感谢你呢星期二光临凤鸣社为我们表演身段的演出，感恩我们的燕秋。等一下呢，就要来聊聊什么叫做太平歌，以及呢，昨天跟这个凤鸣社的结缘哦，也感恩你上来我们的蛙贵呢，我们的管理员呢，跟大家提醒一下新进来的朋友呢，要记得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哦，这是最重要的。给雨涵电台呢，不论有没有赚钱，但是呢，这样推广出去的文化能够做到传唱呢。这是最棒的哦再来呢，我们的牛奶先生说行宪纪念日呢会显老没错。所以说呢，如果说不知道行宪纪念日的人呢，又或者是说知道呢，因为这个行宪纪念日呢，你会发现这个年纪可能稍长个10岁、20岁左右尽量说呢，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行宪纪念日，我只知道什么叫做圣诞节懂得装不懂这样子才不会呢太老这样子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老师荧幕群里的照片呢发现了这样子发光，是不是那个啦？有打灯光，可能它反光的没关系，先让它发光一下就知道你们只想看帅哥一点也不在意我的重要性这样子更感谢呢我们的蛙贵我们的管理员呢他是没有在看歌仔戏的人，但是呢特别的支持，以及呢邀请他的爸爸妈妈呢也上来观看雨涵的广播电台，非常的感恩我们的蛙贵感恩你。再来呢，刚刚又聊起什么了食物了哇，看起来什么炸起来很好吃我有点不知道你们又在聊什么了再来感恩我们的牛奶先生说呢，订阅按赞呢帮我们开启小铃铛，感恩我们的牛奶先生，也感恩我们的这样子的燕秋感恩郑老师您，感恩您。再来呢，有我们国外的朋友但是呢 ，Hello， 我们的 SUDHIKUM 大大I'm sorry， speak Chinese I am not so speak 这个 English。这个我真的英文是完全不会的所以我只能乱念一通。再
来呢，来讲讲昨天呢去到这个凤鸣社呢，去参观了这样的太平歌的表演，以及什么叫做太平歌？其实呢，它跟南管非常的像南管呢，它是在宫廷里面呐，不管是皇宫里面呐，演给皇上看的啦，或者是呢，演给这些公主啦等等之类的看，这一些呢是南管。再来呢，传下来之后呢，为了这个地方官员呢要管理这个乞丐寮这乞假寮啦，所以说呢，为了要管理这个乞丐寮呢，就用这个南管这个太平歌呢给他们唱，也代表着说呢，这个是这个太平盛世连乞丐都能唱歌哦。而且呢，这是发生于这个清朝时间的事情不是在现代的哦。在清朝呢，就懂着要怎么呢让这个外表，甚至呢这些平民百姓啊，认识这样的地方戏曲，以及呢知道什么叫做太平盛世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清朝也是蛮厉害的。当然呢，这个凤鸣社它以前呢就存在了，在这个老板的阿公的时代甚至更早期呢就存在着这样的凤鸣社，而且呢就是等于是管理着这些乞丐寮有几十个呢这样子，在我们台南的乞丐寮是由他们家所管理的，王家所管理的。以前呢所唱这样的太平歌，管理这样的乞丐寮他不是呢这个很贫穷的人家，他是呢不管是有点钱的啦，甚至很有钱的人家呢才可以去管理底下嘛才有这样的地方地位所以说呢才演变出有这样的太平歌的出现，以及呢我们所知道的南管跟太平歌呢几乎是一样的，只是说呢太平歌老师教什么不一定呢你一定要照着他的方式这样子唱有些人显现出他的特色，就跟我一样老师教什么呢，我基本上呢都跟他唱的不一样等一下呢，再来清唱一段都马调给大家听我还记得呢，这个我老师呢，林显元老师，我们这个公视台语台波豆瓜丁的这样的主持人林显元老师呢，所教我们这样子都马调，但是呢，期末考他听我唱完之后呢，他就说很明显的呢，这个会考只听的不是唱我的版本欢迎我们的黄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再来呢，我们的黄姐说圣诞夜大家好，也欢迎大家跟大家提醒一下呢，明天晚上有我们这个好友坊电台先感恩我的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的台语文编修老师，我们的翁青霞老师。他明天早上会陪我去一趟这个鼓山先去一趟日照中心，晚上呢再陪我赶回来来上好友坊电台，所以先感恩我们的青霞也欢迎线上朋友呢线上聊天一下那呢就帮我回应一下帮我回应这个English 的部分感恩我们的星辰。刚刚呢有跟大家聊到这样子的南管是什么样的表演方式，以及呢跟这样子的太平歌的差异再来呢当然这样子的南管呢这样的太平歌它的里面呢也有唱大调，也有唱贝斯也就是呢我们这个歌仔戏的也是曲调啦，那应该是也是从他们那边呢操之而来的大调呢这些贝斯大家在歌仔戏里面常常会听到，比如说呢一路跋山
这些曲调呢，可能都在我们这些太平歌呢，慢慢的操制而来的哈。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唱其他曲调，以及呢，我刚才讲到的都马调哦哈。再来欢迎我们的李世杰哈，李世杰，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什么妈妈？不会是亲生妈妈吧？好，因为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呢是台越的混血儿哦，而且呢，他现在回去呢，越南呢，拔了几颗牙齿哈。听说呢，这个越南呢还下了大雨，是不是啊？刚刚还没有跟大家播报到气象哦，很抱歉啊，一下子呢这个聊起来我就忘记了。抱歉，还没跟他讲到这样的气象。明天呢，这个台北的这样子的天气呢，台北的降雨几率呢是80%到60%左右，等于是100%降雨了哈。再来呢，台中地区以及台南地区呢，都大概呢在10%左右而已。所以说呢，台中以及台南的朋友雨具还是带一下，还是呢携带的方便哈。再来呢，是我们的台东地区，这个降雨的几率呢，大概在20%左右哦。当然呢，今天台东呢有发生大地震不要惊慌失措当然呢，这个超市的很多货架上的东西呢，弄烂掉了，都掉下来了大家呢也注意自己的安全性。等一下呢，也要跟大家报很多呢，不论是跨年夜的事情，还是呢，前几天呢这样子烟雾弹的伤害事件先来欢迎一下呢，我们这个燕秋说郑老师好厉害哦，要直播呢又要操作音控赞美你，感恩我们的燕秋。没办法因为呢一个人的电台呢没有这个小助手没办法远端操控，所以说呢只好一个人操控也这样子呢让自己来训练一下筹备这个电台，以及呢要准备这些讲稿，还要做这一些操控训练一下自己再来感恩我们的黄姐以及美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欢迎我们的石头武一郎侠之呼吸哇，怎么做场的名称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石头武一郎呢，这侠之呼吸说呢，怎么突然在播报气象其实呢，每次的雨涵广播电台，首先一开始都会播报气象，只是呢，刚刚一进来不小心聊得太开心了，所忘记呢，今天还没跟他播报气象欢迎我们的金财神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金财神也有帮我们留言感恩你的留言。那也欢迎大家呢都帮我们呢到影片上以及直播电台呢帮我们做留言、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大家。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聊聊呢什么是行宪纪念日，以及冬至为什么要吃汤圆好，来
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讲呢，为什么有行宪纪念日，以及冬至为什么要吃汤圆哈。我们这个石头吴一郎说哈，很喜欢歌仔戏，所以呢，赶快唱哈，没问题。等一下呢，马上给大家穿插一个都马调哈。再来呢，我们的郑慧文说呢，这个儿歌童谣音乐的故事吗？不是哈，这个电台呢是雨涵的广播电台，都是由我呢钱蛋雨涵来做主持节目啊。还是你是说冬至为什么要吃汤圆是儿童的故事吗？如果你是说电台呢，电台都是由我钱蛋雨涵来做主持。钱蛋的意思呢，就是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那呢，我们都是来推广戏曲文化，跟大家呢来聊聊今天的新闻，以及呢明天的天气预报哈。刚刚呢有跟大家聊到哈，要来唱个我们的都马调。我用清唱的给大家听听看，这首都马调呢是我的林显元老师呢教我们的，但是呢我用我的方式来唱哈，比较不一样一点，比较听听看一下哈。点点角彩闹苍